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初8，旧历的11月25，礼拜五。咱台湾真罕伊咧落雪，所以看到这个雪，拢真兴奋。这届上强的寒流到位，台湾各地山区拢落雪了。先来到宜兰的太平山，伫个昨暝6点40分开始来落雪，早就去遐咧等待的民众。 总算等到落雪是痛甲唔好讲，这届嘛是太平山隔3年后，搁再一届来落雪。一透早赶去入要看雪的车辆是排甲长，长甲离这个票口有6公里长。是啊！银白色的世界，冰天雪地，和游客拢算啊真欢喜。各位民众烫把体伫咧太平山顶徛铁马，北方寒流来，太平山顶伫咧昨暗时啊落透一场雪。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在昨天的晚上9点降下回为3年以来的第一场瑞雪。那雪况到目前还陆陆续续的在下那积雪最深的已经超过5公分平均在2到3公分。 白小小的景致，就亲像故事红仔册内底世界。即摆唔免去国外，即马伫咧台湾就看会到。太平山城真侪游客来遮看雪，排队队伍已经排到超6公里。为了避免远距的塞车，一整台车若是驶起来山顶，就会做交通管制。嘛为着游客安全，中昼12点后袂当搁入园。伫咧宜泉一线14.5公里的所在设人车管制站，车若是无到4年啊，就袂当驶起来。 另外，伫咧雪北国家公园半暝啊，嘛开始伫咧落雪，气温来到0度，景致就亲像夜一烟汤霜共款，互背后之间感觉足水的。嘛提醒民众想要来看雪，除了爱穿好小路，车的囡仔嘛拢爱到细的囡仔，安尼较袂发生意外。